聯邦新民主黨任命卑詩省國會議員戴維斯為臨時黨魁。另外，今次大選所選出嘅超過100名新國會議員，將會開始喺國會山莊熟悉環境同工作流程。何家碧嘅報導。聯邦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宣布，溫哥華 Kingsway 選區嘅新民主黨國會議員戴維斯將會出任臨時黨魁。戴維斯以37.2%嘅得票率獲得連任。佢自2008年起擔任國會議員，曾經任新民主黨嘅財政事務發言人。該黨前黨魁祖冕成喺大選中失去席位之後辭職。新民主黨喺選舉中表現為歷史上最差，只係獲得7個席位，失去下議院正式政黨嘅地位。另外，今日下午10幾個新當選嘅國會議員參加咗迎新會。今次大選一共選出117名首次當選嘅議員，大約佔總議員人數343人嘅1/3。大多數人將會喺下星期前往國會山莊，接受類似開學第一日嘅速成課程。呢一個係下議院自2019年以嚟實施嘅一項計劃。經過幾個星期嘅介紹、參觀同埋黨團會議，國會將會喺26號開啟新一屆會期。